来继续来看监察院针对着年度的预算，防删减超过96%，今仔日开出着第一枪，宣布讲将要针对总预算案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若被立委回击，讲这个监察院就是效率歹，才会去防抬预算。民众党的立委甚至讲抬安尼要抬伤少。我们监察院是最大的一个重灾户，导致我们监察院无法维持我们基本的运作。一开嘴就话无钱，总预算复议案和立法院好决后，监察院先开头一枪。还有人说，我们监察院是在哭穷卖惨，我们监察院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开记者会宣布要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因为监察院除了辩说无多提供卫生纸以外，即马连水电费嘛要甲台电写刑款计划，债务压力真大。绩效又不彰，这本来就是要一个被大砍的一个机构啊。它的存在啊，它的一个整个执行的效率啊不彰，希望监察院就是能够打老虎，而不是只有打苍蝇啊。在野党共款又批评，共款是5院的行政院预算共款未足真济，行政院长杜永泰除了下乡宣讲甲人民说明，后一步敢会申请释宪。国会里面的委员先进能够因此更了解行政院的立场，更了解政府的需求跟人民的呼声，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要把释宪案早一点开始做一个处理跟进行。最重要的状况还是要请我们赖清德总统尽快去把大法官的名单送到立法院来检视。所有合宪合法的救济程序，我们都在准备。要安怎救济，一切拢依照合法的程序伫准备。伫提出复议案以后，朝野争论也未结束。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